货币基金会安全吗？会亏钱吗？虽然货币基金我们是没有说它是保本，但它的优势是在于呢，它是非常的保守，因为也只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一个定期嘛。历史上呢，Barbie Mutual 的货币基金户口 Money Market Fund 呢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负回报啦。申请提款需要多久到账呢？通常提款呢是 T+1 工作天啦，就是大概一个2天啦。如果你在 PMO 4点之前完成 transaction， 明天的傍晚7点或8点就会 reflect 到你的账户啦。那切记呢是除了公共假期和拜六礼拜啦。存钱进去货币基金户口有手续费吗？那它是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sale charge， 也没有任何的赎回的费用 redemption fee 的。所以你在 PMO 看到的那个数目呢，就是你的 net income 了。开货币基金户口需要很高的门槛吗？其实不高啦，个人户口要从一个10块钱就可以开户口啦。如果是 corporate 企业户口的话呢，也只是最低250千而已。怎样可以看到我的货币基金户口 Money Market Fund 的钱呢？那其实你拥有 Money Market Fund 户口的话呢，你在你的 PMO Plus Apps 啊，还有你的 PMO website 啊，或者是你询问你的基金户口，或者你可以到 Barbie Mutual 的分行去查询也是可以的。